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？可以。你好，你好，我的名字叫Shams Qamar Atush，我是维吾尔人，我是东土耳其斯坦出生的，在东土耳其斯坦胡家出生的。我的父亲，但是呢，因为我父亲是个商人，他在上海经商，所以我从小就被父亲和家庭一起带到上海去。我从小学到高中是在上海上的学，我上的高中是卫生学校。我毕业那一年，1970年，我们迁移到了阿富汗，因为我们受不了了中国共产党的镇压和压迫，残酷的政治，所以我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祖国，迁移到阿富汗。后来我们在阿富汗待了4年以后，苏联的共产党又侵略了阿富汗，所以我们又一次逃出这个共产党的手爪，迁移到了土耳其。40年以来，我生活在土耳其。因为我上的大学，我大学是在安卡拉，是在土耳其念的大学。因为我的职业，所以我在土耳其外贸署担任了中国和土耳其之间的经贸关系的专家。我在1988年和1991年之间，在土耳其驻北京大使馆当了商务参赞。1999年底到2003年，我又承担了土耳其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商务参赞的责任。所以我2次代表土耳其当了土耳其的外交官，在大使馆和领事馆承担了这个非常这个荣誉的责任。我现在我为土耳其政府工作了25年以后退休了，退休已经14年了。我在东土耳其斯坦哈什的阿图什县阿扎克村有我父亲的一个弟弟，他的名字叫阿卜杜阿哈特。他和他的家庭，他的子子孙孙都是住在那个地方。还有一个我弟弟的另一个我爸爸的另一个弟弟，一位叔叔他叫阿卜杜卡德，他自己已经去世，但是他的家庭也是住在同一个地址。我父亲的妹妹，她是生活在东土耳其斯坦伊犁苏登，她的名字叫兹莱汗。她现在我也不知道她现在现在还是在活着还是去世了。但是他如果他是在世的话，现在他是生活在苏登，和他的2个女儿和1个儿子和他的子子孙孙。在我家，我有一个舅舅，也就是我妈妈的弟弟，他的名字叫阿杜尔什特。我的这些亲戚们呢，最近3年以来，我和他们完全断绝了关系，没有办法和他们联系，也没有办法通电话，也没有办法通过其他的通讯设备跟他们联系上。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镇压和禁止和压迫，他采取的这些根本不尊敬人身的权的这个政策的结果，就是我们这样的引起了我们之间的断绝关系。你这个共产党，你这个下贱的共产党，我告诉你，你记得我的这个话，我们总有一天要推翻你，我们总有一天会解放我们的自己的祖国，我们会独立，我们会升起我们自己的国旗，你会滚出我们的国家，我们会加倍的会报仇。你记得我这句话，你的这个镇压，你的这个抵赖真实，你的这个欺骗的这些坏道德，根本就是不可能长期存在。